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26号，公元2018年1月12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尊者在印度世界和平大学的全国教师大会上致辞。尊者表示，整个亚洲传遍佛陀教言，佛教源自于印度。达赖喇嘛尊者为《佛教哲学与科学丛书》第1卷揭幕。斯里兰卡报刊受中共压力，停止刊登达赖喇嘛尊者自传。司政洛桑桑格会晤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撰文批驳中国法治的司法错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对菩提迦叶的弘法行程后，于1月10号抵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普纳市，出席了在该地区理工学院世界和平大学普纳校区主办的第2届全国教师大会。该大会约有8000多名印度各大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1000多名印度裔教师等出席。达赖喇嘛尊者在全国教师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呼吁与会者推动古印度的世俗伦理与现代教育体系的结合，为社会带来更大的和谐和减少人类负面情绪。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会上向与会者发表演讲时指出，21世纪应该要更加和平，裁减军事力量，对话解决争端，促进人类之间的和谐共处。所以，我们首先要通过教育来促进慈悲与同情心。尊者还赞扬了印度的现代技术和科学的结合，把古印度知识运用在情感和思维发展上来。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讲授了《佛说三转法论经》。这是2018年的第1场法会，约有65个国家的5万多名信众前来接受这一弘法活动。1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讲授《佛说三转法论经》前，向信众表示，整个亚洲传遍佛陀教言，这些都来自于印度，所以说佛教源自于印度。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各大宗教在极力教化世人向善，这是宗教的共同特点。世界上存在的各大宗教基本上都在印度，而且彼此间和谐相处、共存共荣近1000多年。每个宗教都提倡慈悲、宽容、知足等理念，而古印度文化更重视这些理念。所以，我认为印度应该成为世界的榜样。尊者还表示，当今社会常常出现坑蒙拐骗以及伤害他人生命等众多问题，我们不要把慈悲只挂在嘴边，而要用实际行动去关爱他人，这样就能避免这些问题。最后，尊者还讲解到，全世界70亿人类都希望离苦得乐，而远离痛苦、获得快乐就在于各自的心态。当今社会制造麻烦的人，一般都受过充分的现代物质教育，而他们缺乏的是内心的价值和世俗伦理教育。这一点得到了很多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认同。接着，1月6号，在法会的第2天，达赖喇嘛尊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讲解，净化自己的心灵，将会获得更多的幸福与快乐。尊者表示，如果你缺乏内心的平静和正常的思维规律，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外在条件，永远也不会得到幸福与快乐。尊者还表示，全世界需要认真关注印度传统的思维方式，并要深入理解与参考。因为印度是佛陀成佛之地，特别是在这菩提迦叶，佛陀实现了对思想的开悟，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关注印度传统的思维方式。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于1月7号在菩提迦叶共同为《佛教哲学与科学丛书》第1卷进行了揭幕。
尊者在仪式上表示，如果我们从科学、哲学和宗教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文学和宗教部分只有佛教徒关注它，但科学和哲学有可能全人类都感兴趣。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些著作的观点和价值融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中，这样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我们所做的并不仅仅是传播佛教，而是探索佛教徒如何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参加了当天的活动，他感谢尊者访问该邦，为该邦的民众带来福祉。他说，每当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菩提迦叶，我都感到特别荣幸。尊者达赖喇嘛的教导激励我们，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希望这本由尊者提倡编写完成的新书将成为促进人类和平的灵感之源。接下来，请看第4则消息：斯里兰卡僧伽罗文报因受中国驻斯里兰卡科伦坡大使馆的压力，停止刊登达赖喇嘛的自传《无土无名僧伽罗文》译本。对此，斯里兰卡西藏佛教兄弟联谊协会会长达蒙达波特博士和翻译此书的赤德拉先生共同敦促斯里兰卡恢复刊登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达蒙达博士在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大使馆及其在科伦坡盟友的压力和干扰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有这种令人不安的经验。我们的佛教活动旨在促进僧伽罗和西藏2个古老佛教国家间的佛教金刚子弟的情谊。另外，1月9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刚玛易西的陪同下，在达兰萨拉冈格拉县政府办公楼会见了前来达兰萨拉参加会议的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加兰姆塔库尔和陪同他的下属各部门部长。此次会晤约15分钟，这也是加兰姆塔库尔成为首席部长后首次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会晤。司政罗桑桑格在结束会晤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刚刚与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会晤，他有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背景，很荣幸能够与他见面。会晤期间，我们也向他表达了美好的祝福，并祈愿喜马偕尔邦将成为印度国内最和平、最棒的行政区域。司政罗桑桑格还向记者指出，正如我常常提到的，印度政府和人民为西藏和西藏人民做了很多事，特别是喜马偕尔邦，因为这里是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50多年来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我们永远感激喜马偕尔邦及其人民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现年32岁，一直以来提倡保护西藏语言文字而受外界广泛关注的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维瑟，于2016年1月遭中共当局拘捕。上周1月4号，青海省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就扎西维瑟涉嫌煽动分裂国家一案审理了4个小时。扎西维瑟的辩护律师之一梁小军说，法庭宣布该案将另行择期宣判。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撰文批驳中国的法治司法错位。文章指出，中共当局对扎西维瑟的审判，使他被列入了中国政府滥用其模糊的法律和荒谬的刑事指控来迫害西藏知识分子和知名人物的名单中。这些被判决的人当中，有些曾经是中国政府极力推崇的人物。这一名单包括西藏著名宗教人物丹增德烈仁波切，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唆使爆炸案件和煽动分裂国家。伽马桑珠，一位著名的环保人士和慈善家，被指控涉嫌盗掘古墓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此外，还有中国政府推举的10大杰出青年之一的西藏富商多杰扎西，他在秘密审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文章揭露，中国政府在处理藏人案件时，常以刑事罪名的外衣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指控。虽然举行了刑事审判，但对审判的公正性有极大的质疑。
如审判时公然否认被告的诉讼权，以及法院忽视司法不公正、刑讯逼供等。文章最后指出，以上几个案例表明，中共当局对西藏精英人物进行系统的压制，从而证明西藏的司法状况如此暗无天日。即使这些案件违反了中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但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司法不公正是西藏的常态。这种压制是中国对西藏政策存在严重错误的表现。今天的西藏仍然在中国猖獗的不公正司法体系下喘息。据悉，扎西维瑟在法庭上否认了对他的罪名指控。如果煽动分裂国家罪成立，他有可能需要面对很长时间的监狱生活。在中国，煽动分裂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扎西维瑟的律师之一梁小军说，检方提交的证据主要是一段2015年11月28号公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播放的长达10分钟的视频。这段视频的标题为《一名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这段报道记录了扎西维瑟试图起诉地方官员，希望迫使他们扩大藏语教育。扎西维瑟于2015年5月到达过北京，控告玉树政府官员，迫使他们能加强藏语教学，同时寻求中国的媒体报道他的这一倡议行动。然而，中国媒体无人敢报道这样的消息，至此无奈之际，引起了外媒的关注。扎西维瑟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促请中国政府能够加强教育，并强调自己不支持西藏独立，不支持分裂，只想推动当地学校进行适当的藏语教育，推动政府部门使用藏语，却在2016年初遭到中共当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至今被拘押2年。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对此案表达了关切，并呼吁中国当局在审判时要遵循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司政洛桑桑格表示，扎西维瑟自愿推动中国宪法中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权利，对他的审判和判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政府是否维护国际公认的法律和其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国际特赦组织称，对扎西维瑟的审判是荒谬的、不公正的。该组织东亚研究所主任罗森弗莱说，扎西维瑟接受媒体采访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将可能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中共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他。而人权观察、美国比会等国际人权组织以及远藏团体也公开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并发起活动，呼吁国际人士致电各国驻北京大使馆，对此案进行监督。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